個會長咧真係又做啲又做糧，又驚佢哋做唔大，做大又驚佢哋太多售後空間，即係做大又驚佢壞。入咗協會會長之後咧，以前我長髮披肩嘅，得閒俾啲照片你睇啊！我而家變到唔男唔女，我自己都好討厭我自己啦，一日到黑，成個悍婦咁。係咯，咁為乜咧？咁為乜係嘛？呢個又同我啲血性有啲關係。我呢張係我寫嘅，我2021年嘅時候寫嘅。智慧、善良、務實、堅韌、有愛係我嗰個日常嘅名詞。智慧即係人一定要有多少智慧，善良點解要排第二咧？因為你冇智慧嘅善良咧，就係比較傻閪，可以咁講下。講粵語咧，講粗口平台應該識別唔到嘅。善良即係意思咧，由心底發現嘅善良，好似我哋啲商家咁。點解佢做得咁差，我都唔報佢光直嗰間咧？因為我唔想佢死，因為每個人都唔容易。我係想佢冇行呢啲捷徑嘅路，要正面精英當呢個行業。咁有咩叫務實咧？務實即係我唔可以話你鳩噏柒噴，你會長你嚟啊！其實我務實到咩咧？我又可以引導啲商家點去做直播，我又可以檢查到佢每一個直播間或者係佢個貨品有咩問題。我有機會咧，大家可以睇下我落班嘅時間，打衞生、整貓毛、餵狗、抹面，全部都做。好務實，堅韌咧就係我要堅定咁有人性咁去將一個事情做好，包括我依家係茶嗰間，包括我為呢個行業整治風氣，有愛呢個咧其實比較廣嘅。比如我堅持養流浪貓10幾年，一個月最少花幾千蚊，呢個就代表有愛，人物細無聲。6年以嚟，我每做一樣嘢，我都係對住呢10個字去做嘅。依家做嘅茶什麼直播間，我係冇收到1分好處嘅。我作為會長係冇收任何1分工資嘅。我一個本地人，本地農民，其實我可以唔做呢個會長㗎。本嚟我依家呢個年紀可以旅遊點樣喺屋企養花但係我做唔到。個企業創得呢個會，我都要對呢個會喺我任職期間當中要負責到底。我認為做呢樣嘢係對成個行業、對身邊人有益嘅，我先去做。自己瞓醒都好，瞓着覺都好，都好自豪。呢個會長咧真係又做啲又做糧，又驚佢哋做唔大，做大又驚佢哋太多售後空間，即係做大又驚佢壞。入咗協會會長之後咧，以前我長髮披肩嘅，得閒俾啲照片你睇啊！我而家變到唔男唔女，我自己都好討厭我自己啦，一日到黑，成個悍婦咁。係咯，咁為乜咧？咁為乜係嘛？呢個又同我啲血性有啲關係。我呢張係我寫嘅，我2021年嘅時候寫嘅。智慧、善良、務實、堅韌、有愛係我嗰個日常嘅名詞。智慧即係人一定要有多少智慧，善良點解要排第二咧？因為你冇智慧嘅善良咧，就係比較傻閪，可以咁講下。講粵語咧，講粗口平台應該識別唔到嘅。善良即係意思咧，由心底發現嘅善良，好似我哋啲商家咁。點解佢做得咁差，我都唔報佢光直嗰間咧？因為我唔想佢死，因為每個人都唔容易。我係想佢冇行呢啲捷徑嘅路，要正面精英當呢個行業。咁有咩叫務實咧？務實即係我唔可以話你鳩噏柒噴，你會長你嚟啊！其實我務實到咩咧？我又可以引導啲商家點去做直播，我又可以檢查到佢每一個直播間或者係佢個貨品有咩問題。我有機會咧，大家可以睇下我落班嘅時間，打衞生、整貓毛、餵狗、抹面，全部都做。好務實，堅韌咧就係我要堅定咁有人